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青笑，台语安尼写青笑，形容物件实物光滑、光润、新鲜有光泽，台语就是青笑。像讲海产，就是现捞啊上青笑。我当年学煮菜，煮出来的菜无咸鲜，搁奥黄袂青笑。感谢阿母真有耐心，豆豆啊教我教。啊，诗人写诗嘛用青笑来形容春天，像讲春天悠然青笑长少年。有一位陈素年老师写春天的气味，讲四季若是100度，安尼春天就是上青笑、上大班的色水。青笑嘛会当用来形容人的清澈、光鲜亮丽。老先生清澈青笑，充满活力，80岁也是一尾活龙。啊，形容讲防修理甲真彻底，台语讲青笑啊青笑。篮球比赛球员平均180公分，和高强悍大对手修理甲青笑啊青笑。有一句俗语，一句青笑，2句臭笑。话要讲一摆就好，若哩哩落落，重复一日溜，会互人感觉讨厌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青笑实在真趣味。